一早咩观众朋友应该不是听得到反北前，一早也按多年来开始流行嘅词。许多人因证高不中而离开家园，恐吓出来抗议。先前旅游全台湾62则反北前持久费，因为前高3年许多开太极兰太多，按44则嘅台湾竟然有62则按呢嘅持久费哦。伊能言论上台讲话，讲往内政府撒行黑为本人白走。讲地方政府应透过各种都市计划、土地征收也的方式来抢人民的土地，伊能上海想到中央政府的措施，打帮结构性的手法来改变更加安乐的情形，确实做到土地正义。那这5个诉求，包括全面修法，包括连这么基本的程序保障都做不到。暂停这一个案，暂停这一个案，成立专案小组，成立专案小组，人权咨询委员会，人权咨询委员会，逐案解释，逐案解释。9月25日，天媒记风采2来以前，全台湾从南到北60人的反北前的团体，就算日头清辣，还是来到的开拓，要求蔡英文总统要确实做到提出正义。我们一路从南部台南、高雄到我们台中，到我们桃竹苗这边哈，非常多的都已经地方首长已经换成绿营的了。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迫迁议题、征收议题还是继续的依旧发生哈。对全台湾各地来的反北前的团体，连电上台。调讲，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，唔但将土地征收的争议冇停过，睇国民进党执政的验尸发生到点多假。我们是前高雄前镇第一公有市长自救会，要拆我们房子的啊，就是现在高雄市这种民意光环很大的陈菊。我们要听证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。请大家继续帮忙，我们反台南铁路东移自救会还有救，请大家多多帮忙，谢谢。群专业的土匪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，害我们石冈的老人家今天要站在这里，什么政府嘛？前个月人苏杭拿定各种的抗议布条韩国票语，也推白为是一类一类家人龙华西山的故事。今天来上凯道，就是集结所有土地征收受迫害的人来集结来抗议。那我们南铁东移，它其实本来政府在85年的时候有一个原轨地下化的方案，可是，在98年的时候，他自己推翻那个方案，变成东移，所以我们才出来抗争。全面修法，全面修法，落实居住权，落实居住权。新政府要承担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这是议题上，新政府会持续和公民社会一起合作。太太的排野风用抢色的笔写成片呢，总统蔡英文就指公园所讲的转型正义发函收收，也下人民沙铁其他土地方无奈落错。对不卡本人拆贴韩国证书，反北前的团体因透过各种的管道向新政府来表达诉求，不过得到的回应总是本人知道心肝骨冷。如果进步的力量跟传统封建的国民党站在一起，在反对高雄市政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觉得非常可惜，不能接受。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，其实不只是财产的侵夺而已，还包含被抹黑，以及大家对于民主政治的灰心丧志。
都市计划的法定程序已经走完了嘛，所以说我们接着就走它接下来该走的法定程序，就是征收。对于民进党政府现在给我们的回复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，好不好？好。发表前的团體講，今年唔願看到地方的發展，嘛未俾到錢。今年爭取嘅係有一個做得孤身落錯嘅地方，韓國抗議有乜嘅必要韓國公益性嘅行政機會，唔過一次冇得到完整嘅回應，將逼到今年決定這個軌道開拓。我女兒說我現在像太老，覺得現在一步一步走來，我覺得慢慢有人在聽到我們的聲音。比如說，我們其實不是在談補償金，我們談的是這一個土地徵收的必要性。我們不是要錢，我們是要居住權。新政百日，新政百日，破千依舊，破千依舊，土地正義，土地正義，重返凱道。對民間的訴求，睇軌道開拓的前幾日咧，內政府嘛有嘅善意嘅回應，唔過反北前的團體還係講回應冇講清楚，冇法度接受。如果現在我們在聽證，或者是說我們的一個資訊平台還沒有整個完成之時，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先把有爭議的案件，我們就先暫緩。執行程序從來不是在內政部，而是在各個地方政府。我們看到的國菜市場的拆遷是高雄市政府執行。那內政部你釋放出來的聲音是說，你們會去跟所有的地方政府做這樣子明確的行政作為的這個確認嗎？目前很多呢，還係有唔係咧跌下來嘅，因為得唔到政府一個明確嘅回應韓國做法，故所日頭硬辣，見出電看還係愛堅持，安尼痛苦。桃園鐵路地下化施救費減數最深。我哋啲差唔多6年前開始抗爭到咧嚇，你阿算係要照呢個方向來行啊，所以呢做得較放心。因為這些很多都是以前我們大家一起的朋友，但是他們今天還是面臨到破遷的問題。我想這樣的問題真的是要從修法開始做起，台灣才會有一個希望。時常會講，台灣係一個法治嘅國家。法治嘅國家中心嘅想法就係，一個憲政國家喺行使權力嘅時節，一定要受到法律嘅控制。目的就係要保護人民。唔過一下，我哋談到嘅依法行政，嗰種比較標準，國家國好行使權力，唔係保護人民。反北前嘅團體就討論講，因為讀到土地徵收嘅時節。政府就記唔得佢要保護人民嘅權益咩喏？